来看这个民众党要来选市长的高虹安，进前去上网红馆长直播的节目，这馆长有送伊永声音的产品。高虹安总车队扫街的时阵，佫真正把这个产品炸去伫宣传车顶，佫伫面册来发文章，讲加在有馆长的产品，互伊从此考试拢考100分，扫街声音拢维持伫个上好的状态。这番的言论佫引发到争议咯。网友质疑高虹安帮馆长推销产品，是不是两个人伫暗中有交换利益？我觉得大新竹合并这件事情是可以值得讨论的，因为就像我刚刚讲，有很多问题刻不容缓，要赶快解决。17号暗时啊，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将网红馆长直播讲新的市政愿景，这部手刷替馆长送伊凉糖扫街，和民众讨论甲热噗噗。坐起的宣传车扫街拜票，高虹安替馆长推销产品，可让面册铺文，讲选战到上尾阶段扫街拜票，互因那后不时就感觉卡，声音嘛烧声，佮官方就讲，加在馆长的产品会从此考试拢考100分，扫街声音嘛足响亮的，有人笑伊是伫咧搬是神，嘛有网友伫咧骂，佫是利益交换，摕生理人的钱伫咧做代志。如仅是单纯分享自身使用经验，并无宣传预防、改善、治疗疾病等情事，则无违反商开规定。律师分析，高虹安替凉糖宣传，不过无宣称了后，所以无犯法的问题。高虹安办公室是讲，是感觉产品真古锥，才会顺续宣传。新的市即马选情真刺激，扫街扫扫，煞伫咧卖凉糖，互因选战的焦点总走转去。